新竹有一间水牛学校课程真心式，带都市囡仔路产蒙水牛，体验农村文化，互因了解古早产庄生活。来摸，摸开了，来摸牛角。头一摆我伫水牛面头前，亲手去扫牛角，虽然讲看起来有淡薄仔惊惊，毋过这囡仔每一个拢喙笑目笑。爬来牛的脚趾柄顶悬徛一日，这么特别的体验，囡仔拢感觉真神奇。牛的尾巴打到头的话，恭喜你会长智慧，这样。我刚刚也被打了。打到头吗？恭喜你会长智慧。新竹这间水牛学校，囡仔在这甲水牛我近接触，可以使体验过去的农村生活，大人拢对上课内容印象真深。这个大都市就是点瓦斯就可以让可以煮饭，但是这还要先锯木头，然后还要干嘛？就是自己用。以前还蛮辛苦的。可以透过学校的方式，来让更多的人，大朋友小朋友来认识牛的文化，而不是再只是一个重量的概念。所以说，等于说帮牛能够发声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以前的文化是多棒这样。透过亲身体验课程，囡仔实际参与农村生活，感受平常时在都市内底无法度体会经验，实际了解做田人的辛苦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